今天正好你来了，我正式跟你交代一下，从今以后尽量多和顾川接触，反正你是他的助理，帮我也盯着他点儿，24小时那种。最好你是能住在这儿，有任何情况随时跟我汇报。为什么？搞得像监视顾总一样，顾总又不是3岁小孩。他比3岁小孩更可怕，好吗？那破坏力。顾总有这么不成熟吗？他一旦激动起来，连自己……你想想啊，一个专注于事业的设计师，一旦发起疯来，多可怕！有多可怕？说多了你也不明白，照做就完了。反正帮我盯紧顾川，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。放心，做得好，给你涨工资。行，那我第一步需要做什么呢？第一步，加我微信。好了。第二步，把火锅准备好，我饿了。不叫顾总吃饭吗？我管他吃不吃，我饿了。好的，徐总。徐总，好像没有煮火锅的锅。没有锅？嗯。那我去买，顺便办点事再回来。好。盯紧顾川啊。好的，徐总。老板好，徐总刚出去。吃午饭了吗？还没。徐总让我买了那些火锅菜。那些都是他爱吃的东西，我不喜欢家里有火锅味儿，而且家里没有吃火锅的东西。那徐总说他去买，顺便办点事儿再回来。不用管他，他饿不死。对了，您身体怎么样？昨晚看您状态不太好。已经没事了。老板，您身体还没恢复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给你做点吃的吧。你还会做饭啊？那是，相当不错呢。这么规整，是有强迫症吗？没什么，老板你休息就好，交给我。我觉得沾沾人气儿，沾沾烟火气儿，都挺好的。总不能真像你养的那只蜥蜴一样冷血无情吧？那样不可爱。你折腾我的助理做饭，你人呢？给你机会，2人世界，我晚点回去。